香港金像獎2026頒獎禮落幕，而家68歲嘅梁家輝第5度攞到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嘅殊榮。梁家輝攞獎唔算爆冷，喺金像獎頒獎禮之前，佢已經喺2026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頒獎禮上攞到最佳男主角嘅殊榮。而電影導演會頒獎禮一向被視為金像獎嘅前哨，所以佢最終攞到金像獎最佳男主角。對好多人嚟講根本唔算意外，反而係實至名歸。雖然係第5次攞到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大概梁家輝心入面都有數。不過喺台上嗰陣，佢都係顯得好激動，尤其喺公開感言提到太太忍咗自己44年嗰陣，一度落淚。呢啲唔係梁家輝第一次喺領獎台失控同心情告白。早喺1983年，佢憑垂簾聽政攞到第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嗰陣，就已經公開提及對女友嘅感激。而喺1990年，佢憑《愛在他鄉嘅季節》攞到第27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嗰陣，更加係當住全亞洲媒體嘅面，對住鏡頭大聲告白江嘉年。自嗰次之後，唔管係金像獎、金馬獎定係華語電影傳媒大獎，只要梁家輝站喺領獎台，喺佢嘅感謝名單入面，永遠都有江嘉年嘅名字，而且永遠排喺最顯眼嘅位置。皆因喺梁家輝心入面，如果冇江嘉年，就冇今日嘅五料影帝，甚至冇而家嘅梁家輝。佢唔止一次喺採訪入面講過，我所有嘅榮譽都係江嘉年用佢嘅青春同勇氣換嚟嘅。將時間撥返去40幾年前，嗰陣嘅梁家輝仲係一個對未來充滿迷茫嘅大學生。佢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，原本嘅人生規劃係成為一名平面設計師或者雜誌編輯，從未諗過會同演藝圈有交集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梁家輝原本只係陪同學去報考香港無綫電視台 TVB 嘅藝員訓練班，冇諗到陰差陽錯，佢因為外形俊朗、氣質獨特被考官一眼睇中。咁樣，佢同劉德華成為同班同學，兩人當時都係訓練班入面嘅風雲人物。梁家輝嗰陣嘅顏值真係驚艷，眉清目秀，輪廓深邃，帶住一種文藝憂鬱嘅氣質，喺人群入面極為惹眼。呢種獨特嘅氣質好快就被著名導演李翰祥睇中。李翰祥正喺籌備歷史巨製《火燒圓明園》同《垂簾聽政》，急需一位既有書卷氣又能駕馭帝王威嚴嘅演員。李翰祥一眼就認定梁家輝係飾演咸豐皇帝嘅不二人選。為咗抓住呢次機會，梁家輝拼盡全力。作為一個新人，佢冇任何表演經驗，為咗演好呢個複雜嘅歷史人物，佢查閱咗大量清史資料，甚至喺故宮入面實地體驗，揣摩人物嘅心理狀態。喺北京拍攝嗰幾個月，條件極其艱苦，由於係合拍片，香港同內地嘅工作方式差異巨大，梁家輝夾喺中間，既要適應內地劇組嘅嚴格管理，又要配合香港團隊嘅拍攝節奏。佢經常連續幾十個鐘唔瞓覺，只為咗喺鏡頭前呈現出最好嘅狀態。1983年，兩部電影上映，引起咗巨大嘅轟動。梁家輝飾演嘅咸豐皇帝，將嗰種懦弱、好色卻又渴望權力嘅矛盾感演繹得淋漓盡致。憑藉呢個角色，年僅26歲嘅梁家輝一舉攞到第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歷史上最年輕嘅影帝。那一刻，佢站喺領獎台，意氣風發，以為自己嘅演藝生涯將從此一帆風順。然而，命運嘅殘酷往往超出想象。由於呢兩部電影係喺內地拍攝嘅，當時嘅台灣當局規定，凡喺內地拍過戲嘅演員一律封殺。台灣係當時香港電影最大嘅市場，台灣一封殺，香港嘅影視公司為咗保住生意，都不敢再揾梁家輝拍戲。咁樣，一晚之間，梁家輝從萬眾矚目嘅新科影帝，
變成人人避之不及嘅燙手山芋。冇咗片約就冇咗收入，為咗生計，梁家輝不得不放下影帝嘅尊嚴。佢喺香港銅鑼灣嘅街頭擺起咗地攤，賣自己手工製作嘅小首飾、皮件同裝飾品。昔日嘅銀幕寵兒，如今要喺嘈雜嘅街頭叫賣，仲要時刻提防警察嘅巡查同路人異樣嘅眼光。嗰段時間，梁家輝嘅內心極度苦悶，佢甚至開始懷疑自己係咪適合做演員，只能靠讀齊克果同尼采嘅哲學書籍嚟麻痹自己，揾精神支柱。就喺梁家輝深陷泥潭，幾乎要放棄嘅時候，江嘉年出現咗。嗰陣嘅江嘉年係香港電台嘅知名製作人，唔止才華橫溢，而且喺圈入面擁有廣泛嘅人脈同資源。佢早就留意到梁家輝嘅才華，亦都為佢嘅遭遇感到唔公同惋惜。當所有人都對梁家輝避之不及嘅時候，江嘉年卻做出一個驚人嘅決定。佢唔理身邊親友嘅強烈反對，主動打咗個電話俾梁家輝，邀請佢嚟錄製廣播劇。呢個係梁家輝被封殺之後收到嘅第一個正式嘅工作邀請。對於梁家輝嚟講，呢唔止係一份工作，更加係一根救命稻草。後嚟梁家輝回憶起嗰段日子，總係感慨咁講：喺呢個世界上，只有江嘉年咁用我。呢個女人太大膽啦，亦都太善良啦，我呢一生都要珍惜佢，哪怕用我嘅生命去保護佢。因為江嘉年嘅幫助，梁家輝逐漸喺廣播界同一啲小劇場演出入面嶄露頭角。江嘉年利用自己嘅人脈，四處為佢游說，向導演同製片人推薦梁家輝嘅演技。終於喺周潤發同徐克等人嘅斡旋下，台灣當局對梁家輝嘅封殺令逐漸鬆動，梁家輝嘅演藝事業開始慢慢回暖，甚至比從前仲要好。1990年，佢憑借《愛在他鄉》嘅季節再次封神，攞到金馬獎影帝。喺呢段期間，梁家輝被譽為千面影帝，佢演咩似咩，唔管係《火龍》入面嘅末代皇帝，定係《新龍門客棧》入面嘅周懷安，亦或者《黑金》入面霸氣側漏嘅周朝鮮，每一個角色都深入人心。可只有梁家輝自己知，呢啲光環嘅背後，始終站住一個默默支持佢嘅女人。如果冇江嘉年喺佢最落魄嗰陣嘅信任同拉拔，佢早就泯然眾人矣。如果講事業上嘅支持係江嘉年俾梁家輝嘅基石，咁喺生命安全上嘅拯救，就係江嘉年俾梁家輝嘅第二次生命。1993年，梁家輝受邀前往越南拍攝法國電影《情人》。呢部電影喺當時備受全球矚目，但亦都因為其中嘅大尺度戲份，引嚟咗黑幫勢力嘅覬覦。當時嘅香港演藝圈魚龍混雜，黑幫勢力滲透極深，經常強迫演員拍戲。梁家輝同江嘉年一同前往越南，冇諗到呢竟成為一場噩夢嘅開始。一日深夜，幾個手持槍械嘅壯漢突然衝入梁家輝嘅房間，唔由分說將佢從床上拖起嚟，用槍指住頭押上車，直接帶去咗菲律賓嘅黑幫大本營。而江嘉年則被留喺越南，被另一夥人軟禁起嚟，名義上係陪同，實質上係被當成人質，以此嚟要挾梁家輝就範。面對呢種生死攸關嘅局面，任何一個普通女人恐怕早就嚇到魂飛魄散，不知所措啦。但江嘉年冇，喺被軟禁嘅房間入面，佢強迫自己冷靜落嚟，腦入面只有一個念頭。一定要救返丈夫。佢利用自己嘅智慧同口才，先係說服咗看守佢嘅人，令對方帶佢去見黑幫頭目。面對兇神惡煞、手握生殺大權嘅黑幫老大，江嘉年冇表現出一絲膽怯，佢直視對方嘅眼睛，從容不迫咁講：我知你哋係生意人，無非就係想求財，想令電影賣座。情人而家係全球矚目嘅片子。梁家輝係男主角，如果佢唔能夠安心拍完呢部戲，
電影嘅質量會大打折扣，到時票房受損，對你哋冇任何好處。不如俾佢安心拍完之後再拍你哋嘅片子，咁樣雙贏，對你哋嘅票房只有好處，冇壞處。佢嘅呢番話條理清晰，邏輯嚴密，完全切中咗黑幫唯利是圖嘅心理。喺嗰段談判嘅時間入面，江嘉年嘅手心入面全部都係冷汗，內心嘅恐懼如潮水般衝嚟，但佢知自己唔能夠倒下，一旦佢露出一絲軟弱，梁家輝可能就真嘅冇命啦。幸運嘅係，黑幫頭目被佢嘅膽識同分析說服咗，最終同意放梁家輝返去先完成情人嘅拍攝。當梁家輝從菲律賓返到香港，喺機場見到前嚟接機嘅江嘉年嗰陣，呢個喺銀幕入面從未服輸嘅硬漢，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抱住妻子失聲痛哭。嗰係梁家輝第一次喺公眾場合哭得咁狼狽，好似要將所有嘅委屈同後怕都哭出嚟。畢竟如果唔係江嘉年挺身而出，佢可能早就變成一具冰冷嘅屍體，更加唔會有後嚟嘅5座影帝獎盃。回顧兩人嘅感情路，其實充滿咗門唔當戶唔對嘅爭議。當年兩人剛喺一齊嗰陣，梁家輝係一個喺街頭擺地攤嘅落魄青年，而江嘉年已經係知名嘅電台製作人，唔止社會地位高，收入亦都唔菲。周圍嘅朋友同同事都嘲笑梁家輝食軟飯，唔自量力，覺得佢配唔上江嘉年。但江嘉年偏偏唔咁諗。佢透過梁家輝落魄嘅外表，睇到佢內心嘅才華同堅韌。佢唔在乎梁家輝有冇錢，只在乎呢個人嘅本質。後嚟，梁家輝用當時身上所有嘅積蓄，8000港幣，買咗一枚800蚊嘅戒指，又因為冇錢辦婚禮，親手畫咗一張結婚證，咁樣簡簡單單咁將江嘉年娶返屋企。婚後嘅生活雖然清貧，但卻充滿咗溫馨。然而，命運似乎總中意考驗呢對夫妻。婚後唔多久，江嘉年就患上重病，必須服用含有大量激素嘅藥物嚟維持生命。激素嘅副作用令佢嘅身材嚴重走樣，曾經嘅苗條淑女變成身材發福嘅中年婦女，容貌亦都發生咗巨大嘅變化。媒體開始大肆嘲諷佢，用刻薄嘅語言攻擊佢，話佢係油膩大媽，配唔上影帝梁家輝，甚至話兩人站喺一齊好似母子。面對呢啲惡意嘅中傷，梁家輝從未有過一絲動搖。唔管喺公開場合定係私下，佢總係緊緊牽住江嘉年嘅手，用行動告訴所有人，唔管佢變成咩樣，都係我最愛嘅妻子。為咗俾妻子安全感，梁家輝仲同江嘉年約定，每10年就重新結一次婚，佢會重新向佢求婚，俾佢換一枚新嘅、更大嘅鑽戒。呢個約定，佢一直堅守到而家。喺第44屆金像獎嘅後台，當被記者問到點解喺台上哭嗰陣，梁家輝仲嘴硬咁話自己冇哭，嗰係演俾老婆睇嘅。嗰種撒嬌嘅語氣同神態，令現場嘅人睇到都忍不住露出姨母笑。衰白了，邊係演嘅？嗰係藏咗40幾年嘅感激、愛意同後怕，喺嗰一刻再也藏唔住啦。嗰係對一個喺自己最落魄嗰陣唔離唔棄，喺最危險嗰陣挺身而出嘅女人嘅最高致敬。而家嘅梁家輝已經68歲啦，頭髮花白，面上布滿咗歲月嘅痕跡，但佢依然活躍喺銀幕上。佢接戲唔再係為咗名利，而係純粹因為熱愛表演，想體驗唔同嘅人生。呢啲年，佢演咗好多角色，經歷咗香港電影嘅黃金時代，亦都見證咗市場嘅起伏，睇透咗人間百態同名利場嘅虛浮。喺佢心入面，嗰5座金燦燦嘅影帝獎盃固然珍貴，但最珍貴嘅永遠唔係呢啲榮譽，而係嗰個喺自己擺地攤嗰陣俾自己機會，喺自己被綁架嗰陣救自己性命，喺自己生病嗰陣唔離唔棄嘅女人江嘉年。梁家輝曾講：
我最想做嘅事就係同江嘉年一齊慢慢變老。喺呢個充滿誘惑同變數嘅娛樂圈，梁家輝用40年嘅時間詮釋咗咩係真正嘅患難見真情。佢嘅故事告訴我哋，真正嘅愛情唔係基於外貌或者財富，而係基於靈魂嘅契合同喺危難時刻嘅生死相依。喺頒獎典禮嗰個夜晚，梁家輝嘅眼淚唔止係為自己，更加係為嗰段傳奇嘅愛情。而對於江嘉年嚟講，當年嗰個電話、嗰場談判、嗰枚800蚊嘅戒指，換嚟嘅係一個男人一生一世嘅真心同守護。呢或者就係愛情最美好嘅模樣。你陪我走過低谷，我便用餘生為你加冕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